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师父今天要讲一个公案给大家分享。做人嘛，基本要有礼让，而且能够存着善心，给别人有机会有喘息的余地了。过去有一只狼呢，它发现了一个山洞，这个山洞呢是动物们要往树林里面唯一的通道。这一只狼啊很高兴，发现到只要守住这个洞，那自己就可以衣食无忧了。于是他便坐在山洞的另一头，等着动物前来送食啊。第一天来了一只羊，狼呢就拼命地追了过去。可是这一只羊呢，发现有一个可以逃命的小洞，它便从这个小洞当中非常仓皇地逃跑了。狼啊就气急败坏的，于是他堵上了这个小洞，把它封死了。第二天来了一只兔子，狼呢照旧的追赶这个兔子，结果兔子在危急的时刻发现了比前一天更小的一个洞，又从这个小洞当中逃脱了。于是这个狼呢在这一次把类似的小洞又把它堵上了，把它封死了。第三天洞中呢又出现了一只松鼠啊，狼呢再一次奋力的去追捕它，但是松鼠却还是找到了一个比较小的洞口，就钻了出去。狼这一次他再也受不了了，疯狂的封住了所有的洞口，并且在上面把它糊上一层厚厚的泥巴，让一只小鸟都跑不了。狼心里面想这一回可算是万无一失了吧。第四天，一只老虎啊就从洞口窜了出来，这个狼呢吓得拔腿就跑了。可是所有的洞口都被自己封死了，狼在里面找不到任何的出路，最终被老虎给吃掉了。各位，有这个公案，我们就会体会到，你堵塞了别人的道路，等于是断了自己的退路了。根据资料过去韩国的北部种红柿子的农户，在采收柿子的时候，经常会留一些熟透的红柿子给过冬的喜鹊，让他们在冬季不至于挨饿。而受益的喜鹊呢，因为吃人家的就嘴软了，而整天忙着捕捉果树上的虫子，也保证来年红柿子的丰收啊。古人就有讲了，人情反复，事路崎岖啊，行不得处，需要知道退一步之法。行得处，你能够走得通，务必加让3分之功。所以说，你看，你堵塞了别人的道路，等于是断了自己的退路。凡事要留一步，这一步不光是留给别人的，有时候也是留给你自己的。上面这个公案当中，贪心的恶狼由于没有留下丝毫的余地，将自己放置在危险之中，最终断了自己的性命了。你看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善的人我要度你啊，恶的人我照样度你。佛的慈悲是给我们所有十方众生一个方便，一个希望，有一个依靠。佛都这么对待一切众生，我们不能嫌弃任何一个恶毒的众生，何况佛对于地狱的众生、恶鬼道的众生、畜生道的众生，仍然给他满满的机会。只要你听到佛号，畜生满心的欢喜，佛依然救度他，从来都不放弃他们。所以我们要给众生一点希望，给众生一点欢喜，给众生一点方便。我们呢，一定要谨记在心，有一步要让3分，我们人生的道路就宽广了，就会宽阔了。希望我们修行的人要秉持着这样慈悲的理念，好好的对待一切十方有缘的众生。我们尽自己的力量为他们来设想，千万不要斤斤计较。这一点呢，我们提供给各位大家参考。阿弥陀佛。